山火炬開發區咧開新盤啦嘛，咁今日 Kiki 咧先第一時間帶大家過嚟欣賞下先。嗱，睇到一入到嚟睇到呢啲咁嘅園林景觀係咪好靚仔？發展商咧真係俾咗好大嘅心機打造呢啲咁嘅園林，做咗疊級式嘅水景啊！咁呢個樓盤嘅位置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有優勢嘅喎。佢位於中山火炬開發區最繁華嘅一個地段嚟嘅，樓盤名咧就叫做中澳和悦春府啦。咁呢個樓盤咧去到我哋嘅 Coco City 咧，揸車都係3分零鐘㗎咋，行街食飯睇戲一應俱全嘅，包括我哋嘅去到新鮮蔬菜水果市場啦，都係5分鐘嘅。一出到去門口咧，就係我哋嘅公交巴士站啦。嗱，咁喺呢度咧，去到我哋嘅中港碼頭咧，都係5分鐘左右，搭船翻香港都係個零鐘㗎咋，非常之方便。包括有我哋嘅地鐵站啦，喺呢度過去都係10分鐘左右。上廣州，包括落珠海半個零鐘，係咪好方便咧？生活配套方便，交通又方便啦。而家咧新開盤發展商咧，亦都係做咗3萬蚊嘅首付啊，就可以上車，而且仲送埋30件嘅家私家電俾到你，做到真真正正嘅拎包入住嘅。而家我哋開售嘅賣緊嘅面積係有88平方到108平方嘅3到4房，仲係戶戶朝南嘅，採光非常之靚。咁我哋上去欣賞房先。過到嚟入門位置咧，第一間咧就係房間嚟嘅，雖然唔大，但係咧都可以擺翻個米5嘅床啦，整翻個榻榻米，可以做翻個長者房嘅。OK， 咁過到嚟呢邊咧就係一個4米開間嘅一個客廳嚟噶啦。一出到嚟咧，呢邊就係7米長嘅露台嚟嘅。咁嗰邊咧亦都係做咗水龍頭，而留咗做洗衣機嘅位置噶啦。咁過到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飯廳嚟噶啦。如果呢個窗打開嘅話，通風效果真係非常之好嘅。夏天唔使開空調喎，可以慳翻空調費啦。咁過到嚟做咗一個 L 類型嘅廚房啦，而留咗雙門大冰箱嘅位置喎，108平方做4房喎。睇睇第二個房間先，咁呢個房間咧就比較大啦，可以擺翻個米5嘅床啦，呢邊做翻衣櫃嘅。咁呢度咧就係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啦，有窗嘅有窗戶嘅。咁呢度咧就第3個房間嚟嘅啦，亦都可以擺翻米5嘅床或者做翻榻榻米，亦都預留咗做衣櫃嘅空間嘅。過到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嚟噶啦，主人房咧可以擺翻米8嘅床嘅，咁呢邊咧衣櫃就可以喺呢度做啦嚇。乾濕分離嘅衛生間亦都係有窗，可以做到南北對流，採光效果非常之靚。首期3萬蚊，月供3000蚊，而且咧仲送埋30件嘅家私家電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。你喺香港搭個車拖個篋過嚟就可以入住一間屋苑啦，108平方喎，做4房南北對流嘅，而且月供3000蚊做到3代同堂，喺香港少飲2餐茶咧，就可以住到呢啲咁靚嘅屋苑噶啦。感興趣嘅話，我即刻帶你過嚟實地睇睇咯喎。咁我哋下見，拜拜。